各位大家好，我係 Darius， 今日就講 G.O 嘅支線結局。窩子慶祝新時代騎士嘅降臨 ，Zero One 登場。原來頭先都係裝唔發嘅夢。突然，叔公發現戰國時代嘅畫發生咗改變，畫中居然有基治嘅身影。忽然間，庫連姆出現喺電視上面，希望裝唔佢哋到佢嘅舊址，守護十字架。一個神秘人出現，變身成幪面超人扎莫納斯。裝唔佢哋都變身成 G.O， 不過喺戰鬥嘅途中擊倒咗佢，攞走咗十字架就消失咗。時空都發生錯亂，庫連姆嘅歷史被敵人消除。喺朝九晚五堂，窩子提議穿越返戰國時代，之後就出發。裝唔調查城府，一個叫牛三嘅人熱情咁樣帶路，但係信長將身上嘅盔甲俾基治。原來佢想同庫娜娜出去旅行，拋低戰爭嘅責任。喺戰場，扎莫納斯協助武田軍，基治被迫變身，帶領織田軍上前對抗。喺另一邊廂，裝唔遇上另一位神秘人，佢變身成 Zongis， 展開攻勢。G.O 攻擊，但係裝甲太硬，無法攻入。窩子轉換 Shinobi 嘅形態，用上忍術對抗。突然，扎莫納斯加入戰局。G.O 佢哋轉換成強化嘅形態，用上 Beyond the Time、一擊 Time Burst 同霸王斬擊退佢哋。基治本身想勸信長回歸戰役，但係裝唔認為歷史都係後人所描寫，唔一定係真實，所以希望俾佢做想做嘅嘢。信長將庫娜娜送返去想去嘅地方，不過原來神父係佢嘅情人，兩個人終於終成眷屬。信長慘成工具人。返到朝九晚五堂，裝唔發現歷史回復原狀，將 Drive 嘅 Watch 正式收下。不過窩子偷走咗所有嘅 Watch， 邀請裝唔坐上王座，但已經有另一個人坐上王座。窩子稱佢係魔王。蘇哥一腳踩上裝唔，講自己先係正版，裝唔係冒牌貨，踢到佢。中途裝唔回憶起細個嗰陣時，原來唔係自己用力量破壞時間魔神，而係蘇哥佢。蘇哥自稱係世界嘅管理者，名叫 Quasar。其後佢開啟個傳送門，將平成出生嘅人吸咗上去。喺監牢，裝唔遇到木尼猛，提醒佢被選為幪面超人就要有相應嘅責任，無論真實定係虛假。其後剛拖延其他嘅雜兵，令裝唔逃走咗出嚟。喺王座，基治攞返所有嘅 Watch， 窩子追咗上去，兩人變身攻擊彼此。一開始基治佔上上風，不過被超銀河 Explosion 擊敗。雖然窩子嘴上講自己同裝唔嗰啲老古董唔一樣，但係心入邊已經有啲動搖，留低咗所有嘅 Watch。裝唔再次挑戰蘇哥，蘇哥變身成 Barlex， 推開佢。基治及時出現，兩人變身成 Grandor G.O 同基治，展開攻勢。扎莫納斯同 Zongis 圍攻基治。G.O 召喚 W、街門、Drive、Neo 同 Fice， 不過被 Time Break 打敗，被 Barlex 一劍擊倒。基治同樣倒下。裝唔夢返細個嘅夢想，原來係未來嘅逢魔士王問佢成為王嘅目的係有啲乜嘢。佢希望世界變得更加美好。之後得到咗逢魔嘅 Watch， 變身成 G.O Oma Form。面對一大堆嘅家臣， G.O 一掌將佢哋拍開，輕鬆解決佢哋。窩子都回歸裝唔嗰邊，撕開逢魔降臨錄，癱瘓破壞世界嘅傳送門。剛都變身成 Maha， 清除家臣。
其他平成嘅騎士都幫手。機子同窩子攻向巴力斯佢哋，只好利用逢魔之力輕鬆消滅時間魔神。每個平成騎士變身成最終嘅形態，佢哋合力擊敗 Zombies 同 Daemons。面對平成騎士嘅攻勢，巴力斯仲上 J 嘅力量巨大化，用盾牌抵擋平成騎士嘅斬擊，只好用上必殺技，集合所有騎士嘅力量，徹底打敗巴力斯。不過 Zombies 原來仲喺度 ，Zero-One 登場，輕鬆踢擊家臣，避開導彈，召喚 Falcon 形態，夾住 Zombies， 用 Rider Kick 徹底消滅佢。以上就係字 O 嘅支線結局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可以 Like、Share、留 Comment 或者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 撳隔離個啷啷，或者當你 Follow IG。我哋下次見。